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听通的时间了哦。恁今日运动的吗？请放起来，同永泉先生同下运动的哟。今日永泉先生要教大家是伸展瑜伽，请放起来，同下做运动哦。今日先生要来搞弹力带哦，看看我后背藏着什么东西？重重的弹力带。冇弹力带唔怕，你可以用嘅裤袜或唔係嘅襪，或唔係做嘅襪都可以來代替哦，嗬。你準備好嘅，請你拿放起來，數好，卡好來，好來做一個暖身，好來一鬆一下，講時才用嘅，一鬆一下。是含倒路用的，安尼上下去做高梯。好，再来前後，加上呢葉位，可以做一個師傅騰輪嘅樹一扭。再來，咱出去點，做個伸側，做一個側彎腰，肚時要豎起來。慢慢的用下來，坐蹲，好，像坐的天來下，好，然後來綁腳的哦，腳伸出來，另外一隻腳讓輪的彈力帶，好，挺出去，豎過來，踢出去，再豎過來。記得嘅樹冇亂動哦，還可以固定，再踢出去，豎過來，慢慢地做，可以發伸直綁骨，做停留，5、4、3、2、1。腳尖，腳放來，腳尖，腳放來，腳尖，腳放來，好，慢慢的豎過來，然後彎片，另外一隻腳，讓個彈力帶放，好，豎，用好。踢出去，豎過來。踢出去嘅時間記得伸出腳咯。慢慢地讓空來，可以發輕量伸出，
弹力带有的好处，你可以靠你的程度绑，开冰，脚尖，叫风来，腳尖，叫風來，腳尖，叫風來。好，慢慢的數過來。好，一隻腳變過來，另外一隻腳我們要來旁拉腿，伸出。好，慢慢的同一腳壓風來，另外一隻手可以變落。好，數，踢出去，行個數要綁好哦。數風來，踢出去，數，再踢出去，可訓練你的大腿肌肉哦。吸。3，加油哦！2、1，用下來。你可以做一個全身，同一手、同一腳來做一個伸展。好，胸口看天花板。慢慢地放起來。來彎片，另外一隻腳豎行來，彎片同彈力帶攬好。好，另外一隻手要擺在你的旁邊，放鬆來哦。叫風來，踢出去，2、3。4、5、6，加油哦，準備死哦。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地變下來。做一個延展，胸口打開看天花板。慢慢地過來，更加拿臀下呢腳，2隻腳臀嘅彈力帶哦，拍空起來，好，腿打結。冇打膝蓋咯，冇地下綁唔得咯，嘿，腿帶咧活結，好，可以面下去，好，咁可以按你撐空來，好，做一個上下剪刀腳，好，上下1、2。一上一下，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用下來，好，第前面做一個全身，慢慢地放起來，來邊側身，好，你手可以撐空來，一樣上下1、2，訓練你的大腿哦，3、4、5，加油哦！全試下6、
7、8、9、10，好了，弯片，一样哦，放好来，数块撑好来，1、你一周可以修饰你的葫芦形的腰身哦。好，慢慢的放起来。好，打开来，起起。跳起，一节节下去，放松，耳朵挺来，打侧，再上去，规行的呼吸。来起起，跳起，起起，跳起。头多的动作，你学会吗？接下来腾先生来学新的动作哦，我们来做暖身运动的哦。准备好诶，像呢，臀的弹力带打开来，好，2只手做一个钳，然后，做一个划船的动作，好，脚打开来，低，下面。划船到上面，1、3，可以发尽量同动的脚趾再放起来。最中间，更加来弯片，来划船。天轮现场慢慢的走，走唔到，要坐的方可以休息一下。在中间，好，来做一个上下，从食材拿论方向盘，加上的脚去跳。接下来，长臀的弹力带踏上来，好，慢慢的坐下来。弹力带带的活结，好，莫打死结哦，等下会用红哦。好，人家可以侧躺。一上面手下，好，加
松的手伸出去，松下。手温暖，可以放下来。好，我刚刚你的身体莫晃来晃去哦，骨盆要稳定，肚子舒放来，继续做。好，来弯片，更加弯另外一片。一样侧躺，如果刚刚安尼也会更圆，可以规个面度，可以规个面度，一只手柄在胸口前面，手下手下。假如弹力带呢，右边有一个阻力，你的脚会更圆，更大的力量去训练你的脚的肌力。好，来更加肚子仰咩天来下，好，一样哦，你的手可以放在你的下巴，好，你的脚。低后背，踢上去，每一只脚来做一下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点解俺哋慢慢呢重新移到另外一片，好来同咧另外一只脚踢上去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慢慢的过来，好，放起来，来做一个延展。一节一节放起来，好，更加同咧另外一只脚可以，好，它放落嘅，好来同安尼咧脚，先安尼放，好，再低后背，脚放落，低后背绑后飞燕哦。做停留，做唔到唔怕，你可以一只手都好诶，安尼都可以诶，可以呢，2只手，胸口打开来，慢慢的过来，往侧边，好，你脚可以放在前面，旁边，侧边。唔可以唔怕，你用你的左手拿轮，另外一只手拿个，可以2只手拿轮的弹力，做一个停留，4、3、2、
1。好，慢慢的过来，来弯片，好，来脚，正前方脚放来，可以呢，慢慢的可以往后拉，另外一束。乘车冲小飞燕用的比耸起，归类正面，另外一只脚可以都正面，好，旁边勾腿。再慢慢的用只手做停留，好，来复习前面的动作的哦。加来两只脚，听听欣赏同下做哦。好，来弯片，用啲上面贴上去。好，欣赏如讲，可以抿下去，好像已经暖好身了，你就可以撑起来。好，再来一个后踢。弯片，好，慢慢的起上来，同个弹力绳，上来，起起，跳起。今日动作好玩吗？好玩呀哈！挺同，俺能下次能来了。